这段传统戏主要讲述的是因奸人设妻陷害，新婚之夜夫妻失和，闺阁千金李秀英受尽委屈，直到水落石出之时，新郎王玉林后悔不已，重得状元后手捧凤冠赔礼认错，最后在婆婆的劝慰下，夫妻重圆，其乐融融，也藉此恭祝各位家庭幸福，阖家美满。没错，那同样呢，在这个时刻呢，我们还要特别的感谢两位老师，他们分别是原上海越剧院资深司鼓洪小浩和资深主仆陈新章两位老师，他们为了我们这场演出是专门从纽约赶过来，让我们把热烈的掌声来送给这两位老师，感谢他们呢为中国的戏曲海外的传播所做出的这样的突出的贡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两位老师。好，我们有请资深司鼓洪小浩、资深主仆陈新章、李秀英扮演者 Sophie、王玉林扮演者王亚梅、婆婆扮演者周晴，为我们带来越剧传统戏《碧玉簪送凤冠》。
受到瓦井，害得我是可爹可娘可伤我。既然你是大夫，他对的他长远，你就该去娶个美的美貌是美帅全啊！母亲，母亲，大人呀，啥个事情啦？母亲，娘子不肯接受我婚，还请母亲得去相处啊。那么让母亲到到来看，多谢母亲。嘿嘿，嘿嘿，嘿嘿哈哈哈哈哈！啊，水芙蓉娘，我的心多芳菲啊！娘子，我的话你不要听啊，我实话实说。我